的聚会，我们等一下在敬拜当中呢，来纪念我们在转宣的伙伴们。让我们现在从座位上面起来，让我们一起来用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赞美，我们来呼求神属天的喜乐降在我们生命当中。阿们。
邀请你在这里。神在这里，前来献上最深的敬拜，愿我们的心都成为圣洁。这是圣洁之地。神在这里，设立宝座，在荣耀的敬拜里。我们全心来敬拜他，我全心来敬拜，我们高举双手来敬拜我们的主。高举双手敬拜，主，我们呼求你的荣耀的光。在你大的荣耀光中，我匍匐在你宝座前，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在你大的荣耀光中，我与众天使匍匐，深深敬拜。我们更多的敬拜。我全心来敬拜你，我邀请大家高举你的双手。高举双手敬拜你，在你大的荣耀光中，我匍匐在你宝座前，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在你大的荣耀光中，我与众天使匍匐，深深敬拜你。我全心来敬拜你主，让我们大声来敬拜。高举双手敬拜你主，在你大的荣耀光中，我匍匐在你宝座前，我全心来敬拜你主，高举双手敬拜你主，在你大的荣耀光中，我与众天使匍匐，深深敬拜你。是的，主耶稣啊，我们匍匐在你的宝座前。主，我们呼求你的怜悯，我们呼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每当祷告，我们每当敬拜，就越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需要神你圣灵大能的扶持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每一位孩子，让我们无论在读经，无论在祷告，无论在敬拜当中，能够再次遇见我们的主。主啊，让我们呼求圣灵就运行在此地。哈利路亚。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神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主啊，你是信实的神。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
你的圣殿。在这里，主，我们要将自己献上；在这里，我们要敞开我们自己；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来敬拜你，因为主，我们的生命是你用重价赎回。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世上生活的每一个时刻，你与我们同在。不管在这世界如何变动，主啊，你永远不改变的爱，却是这么真实与我们同在。主啊，当你今天晚上从这世界呼召我们回到在这里主你的家中，在这里主你的圣殿，主，我们就是要来敬拜，我们就是要来赞美你。主，我们恳求主你的宝座设立在这里，主圣灵，求神你来浇灌。主啊，你圣灵亲自，主啊，从你的宝座涌流到每一个你所爱的，每一个主你所创造的，不管过去如何，现在如何，主你就是爱我们到底，主你就是拯救我们到底。谢谢你，你的应许每一句话都是又真又活，是可信靠。主，你每一个话都是应许会应验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凭着主你的应许，使我们活出那个盼望。谢谢主，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来，在上来之前，我们跟我们的前后左右来问候哦。今天在这里看到你真好，今天在这里看到你真好，今天在这里看到你们真好，好。哇！在这个夜晚里看到大家真的心中有许多的这个激动啊！这个台子已经不是我的了哈，好不容易轮到我哈因为我们的视线传道呢跟我们的15位青年，还有我们这个游牧师牧师娘，他们现在在花莲的建行教会来短宣哈，所以今天晚上呢，就由我再次回到这个位置来报告心中很激动来，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消息报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自己走进来，没有来过我很佩服我在高三的时候我不会做这种事，但是他就进来了，我要来认识这一位而且他让我今天学到一个字，请问一个王，先这边算什么左边先一个王，右边就是你的、我的、他的，本来是不是一个白，再一个好像左，对不对？那个白把它换成王，请问这个字怎么读？你本人不能哦，招待不能哦。好，来开放10秒钟，有没有人会？你的、我的白换成王，然后再一个那个你的、我的那个右边，好，1秒钟。好强耶！有瑜伽，你好厉害。我们最重要不是介绍有瑜伽不要说焦点我们要欢迎潘师弟，我们请师弟站起来好吗？欢迎你！伴奏好，来，师弟呢，他现在是硕3高3然后因为他礼拜天以后都要类似像补习啦所以他就他原来是在别的教会洪恩教会，那他妈妈曾经来这里，听说这里周末晚上很狂热没有，这我自己讲的就是有周6礼拜的真的不多他就来，所以我们欢迎大家修究啦听说那个潍坊的这个很至亲也一样嘛同样理由礼拜天早上要补习对，他听说叫做维伦有没有讲错维伦以后也会在我们这里也会一起来敬拜。那如果有人适合周6的适合那个叫做 freestyle 是不是就可以邀请来周6虽然我没有在这里，但是我们的事情更狂傲不是狂傲，是更 freestyle 好，来，我怎么好像很大声我给你一点好不好？好，
再来那个，欢迎啊！1、2、3，来。欢迎他坐下来，不要怕哈，我们其实很友善的，我们只是有一点热情跟激动啦哈。好，来，我们再来，还有没有第一次在我们当中的？这个怎么觉得？永瑜家，我看过你耶，我看过你哈。好，我们也欢迎你哦哈。好，还有吗？这边有吗哈？有第一次来的吗？有吗？没有，我第一次，今天第一次，谢谢，好，我了解，好，谢谢，好，来，那我们就来打开我们的周报哈，来看那个第一页我们好像有 PPT 是不是？好，我们的 PPT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报告哈。今年第5次的圣礼典哈，在8月20明天，也就是你要受洗，你要这个坚信礼哈，你明天以前要跟我牧师因为有牧师不在哈那跟行政干事来报名才来得及9月3号。你的生命册要在你的名字要在生命册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所以请大家谨慎考虑之中，要积极积极去决定好，来另外呢，我们9月9号开始，礼拜六我们有专属为这个青年的属灵家长的训练。属灵家长简单来讲，就是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我应该怎么传福音，我怎么让身边的人发挥那个影响力，就是这样。属灵家长听起来就我不想做家长我还是孩子不是没有这种沉重这个就是我今天怎么发挥我的影响力，在每一个地方不管你几岁，特别这次是针对青年的所以我们来跟我们的这个儿少青的干事今天他不在没关系你可以写个单子给他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一定要参加了这个我们就是要去探索之旅尤其是学生资格的，只要100块，其实是不止100块但是音乐牧师一直觉得说，我们暑假大家青年太辛苦了青年我们大家太忙碌当中，需要更多的这个去挑战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邀请教练级的，就是不是我们自己来带领大家来探索那只要是学生、青年、青少年，你们是有那种比较挑战性的那如果是那个随行的家长像我这种的就是那个比较那个没有挑战性的那所以记住哦，9月10号赶快来报名就相约你的学校的同学你的左邻右舍，就是这天晚上特别你想对谁告白的就邀请他来不要很疑惑嘛，告白什么呢？对信仰告白因为在紧张当中，你就会这个在这个探索当中，你就会更认识自己，更认识你的另外你邀请来的人，你更认识，透过这样你更认识上帝那个幼儿还没有开学要报名不在了，噔哪一种不在？不在有2种了这游牧师一定会这样讲你已经去学校了吗8号就下去了成功与成功有约好，下次办早一点的好，来，那还有其他的预计反正我们就是揪了就是我们一起去探险了好，来，那我们来看对，我们有一个影片我们虽然你说音乐牧师这个国小的跟我什么关系有当然有关系因为你可以来当这个叫做什么助手
你可以去邀请你身边的人，特别你觉得哪一个小孩子很高拐的哈，很难搞的哈，你就邀请他来哈，让他向大自然学习的时候，向这些科学来学习的时候，他就能够自己好。在寻找当中哈，听说有一点找不到了哈，可不可以呼喊他的名字3次啊？他的名字是假日班，假日班，假日班。好 ，OK， 来了嘛？好 ，OK， 来了，对不对？有看到了吗？好，不行吗？好，不行，那我们先来看我们的周报啊，让你们找哦哈。找到再告诉我们了哈。来看一下我们的周报第9页啊。当然，对不起，第1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就是我们生日助学金。生日助学金只要在这里聚会都可以申请，好不好？好，有耳的就应当听哈。就赶快生日助学金开始，我们要9月30截止，所以你只要我们不是只有看成绩而已，最重要是你有没有愿意到神的面前敬拜，好，最重要是要看你有没有愿意亲近神的心哈。所以请来那个奖学金来申请，注意一下日期。好，那我们要来看我们的第9页我们这里有一个我们的每次都有一些见证的分享哈。那我们这次是罗毅，每一个礼拜每一天。星期1到星期6早上8点30，你来你就会看到他。你若不认识他，早上8点半来，因为他正在聚集一些这世代的年轻人更认识上帝的话哈。所以8点半星期1到星期6礼拜天就自己读，因为礼拜天有礼拜嘛哈。好，那这里有是他特别的经历哈，我们一起来。那我们再来看团契的消息，要注意一下，下个礼拜天社青我们有医疗关怀的服事哦哈，或者是你缺那个志工时数的哈，也可以一起来哈。如果你暑假你的时数还不够，志工时数你也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服事是有志工时数的。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团契组哈，有个那个跑儿4C的可能写在那上面哈。那宣教组我们的同工，我们要去露营喜欢露营的举手。哇，好，那不喜欢的一定要参加你来了就会喜欢好不好哈？拉山哦好，会把你拉高哦不管你的视野会拉高，身高也会拉高所以一定要来参加哈。来，那个我们看我们同工我们要漫步在云端，就在那个瑞士农庄那请大家，尤其核心同工一定要来报名如果不能核心同工不能参加，就一定要来请假好，请问影片是真的不行吗 ？OK， 好，那我们就来奉献我们奉献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回应上帝的一个方式。所以如果你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或者你今天第一次来那你可以就坐在你的位置，安静坐在你的位置，然后让奉献带从你的面前经过就可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成为我们的祷告。你的恩典每天都会有。是
我们这礼拜一切平安，工作一切顺利。求你掌权在所有的事情上，继续保守带领我们的心，走在合着心意的道路上。这时我们要献上时间、金钱，才能求主悦纳。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圣经记载在路加福音8章27到39节。今天这个经文很精彩一定要全神贯注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也好好一起来学习。我们一直都不是很懂的，我们在这个领域上，我们只有说我们要更谦卑。求神来启示我们。好，我们预备好了在即将农历7月来到以前，这段经文是神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一起请。耶稣上了岸，就有城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不住房子，只住在坟茔里。对不起，他见了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耶稣曾吩咐污鬼从那人身上出来。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铁链和脚镣捆锁。他竟把锁链挣断，被鬼赶到旷野去。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是因为附着的他的鬼多。鬼就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鬼央求耶稣准他们进入猪里去。耶稣准了他们，鬼就从那人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这事，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坐在耶稣脚前，穿着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被鬼附着的人怎么就告诉他们。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都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就上船回去了。鬼从离开的那人恳求和耶稣同在，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何等大的事。”他就去满城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何等大的事。好，这是今天我们读的非常有故事性，是一个被鬼附很痛苦的人。而这段经文是一个叫做路加，在当时候是一个医生所记载下来的。亲爱的大家，当你想到这个是医生，他一看就知道这是鬼附，那么我们呢？当我们听到或遇到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判断跟决定？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或我们身边的人的身上，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今天再次我们要透过耶稣基督，要见证他所做的事情，再次见证耶稣基督的大能。而相信他的人，在这个世代，特别是在农历7月快到，什么时候？下礼拜2。哇，你有关心到哦，有关心到，因为你知道一些事情，是吗？好，因为你的世界里不是只有眼凭为见而已。
我们看到到处都会有这个庆赞中原，我觉得这个有一点诡异哈。既然是庆赞中原，为什么每次到7月的时候，听说不能到海边，对不对？不能玩水，还不能怎样？不能去空旷的地方，不能太晚出来啊！我昨天还听说衣服不能晒在外面，不然会被穿啊。还有吗？太多了，不可以啊！最近有一首歌啊，不可以嘛啊！那何以用庆赞？庆赞是欢庆哦，那何以人这么惧怕？你怕吗？确定？你怕吗？今天看到经文，很多地方都在讲害怕。那么今天我们特别在台湾民间的宗教有鬼魂的信仰，我们深深是受到道教的影响，因为道教认为人死后就会变成鬼。那么但是有一些好像比较有贡献的人呢，哈，他死后以后不是变成鬼，他变成什么神？譬如什么？关公像，这么厉害？他可脾气可坏嘞哈。他是什么好？他品格怎么样呢？我不知道了哈。但他却能够贵为什么？变成神，甚至于我自己刘家的主家这个廖天丁其实他是一个什么小偷嘛，会被归为什么拜的神？还有呢？郑成功，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他是什么海盗啊？是吗？哈，他也被人家在供奉哈。所以呢，那些恨死就是会变成人间的孤魂，这个厉鬼的这些观念，在台湾民间呢就有这个有一些办法特别是他们会觉得这些孤魂野鬼每一次1年要让他好好的吃一下我听说都要在门口普渡，对不对？但是你不会把它搬到家里，因为你跟他讲怎样我很欢迎你来吃，但是请你不要进我家，请你不要给我上身。好，我们看到这一些，我们会想，那我们呢？我们对这些应该抱持怎么样态度？我们有什么样子的看见吗？今天经文要再次告诉我们，有一些是我们不明白的，这到底是发生的事，怎么是一个人被捆绑的？一个人不是他自己，你有没有发现？你常常有觉得这个人，我怎么变得不认识他？他怎么会变这样？有没有这种经验？那他是不是鬼附呢？在我们基督徒里，我们没有死了之后变成什么鬼的，但是却是有魔鬼。好，那我要讲简单几个例子，我们来想一下这是我的今天有很多资料是引用我的老师蔡茂堂牧师，他是精神科医师，他是台大这个医学院毕业精神科医师，那当然是他现在也是牧师。那么我有上他的这个鬼附与精神病他讲过一个他觉得是很真实的一个例子，但是他没有机会去印证。就是他在美国的时候有一个牧师打电话告诉他说，他的会有一个人，他刚刚从台湾搬去美国，那么只有1个礼拜，他们买了这个墨西哥人的房子。那他有一个7岁的女孩，突然有一天早上起来讲了他听不懂的话，但听起来就很像隔壁，因为他是住在那个墨西哥的那种社区。于是他就赶快去叫旁边的人来听，说：“这怎么回事？我的女儿才从台湾来不到1个礼拜，7岁，可是她却早上起来就讲什么墨西哥话嘞，墨西哥话嘛不要够。这话是什么事？而且完全不是他一个人，因为他的怎样声音是男生的声音，哇！”就要赶快叫这个蔡茂堂牧师，因为他是医学，他有精神科的背景，他又是牧师这个牧师是刘富里牧师，他就说我们赶快，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们知道鬼附跟精神病有一个鬼附很大的这一个要件，第一个他是有位格，就是他是活的意思。好。
那么这个女孩子她变成男生的声音，她就讲她是3岁，她3岁，然后她是墨西哥人，她是原来住在这里，可是她在不远的地方发生车祸，然后她埋在那里，然后我非常的冷，可不可以请你来帮助我？等于托梦附在她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才音乐牧师才讲，我们基督徒死之后，并没有认为我们会变成什么鬼魂哦。那怎么会发生这个事呢？当我们听到这个事，我们要怎么样来判断？好，这是一个例子哈。所以我们今天透过我们今天，我们要再更多来了解哈。好，那这不只是这个在台湾而已哈。那就是在美国有一个司机，他开着那种就是帮人家载客的那种计程车司机哈，然后带一个女孩子到这个很偏远的地方，突然这个女孩子从后面拍他一下，然后这个司机马上吓坏了，然后就停在路中央，然后这个就告诉他说。你不要随便拍我，我很害怕然后就说我不知道不能拍你，是发生什么事？慢慢后来那个镇定下来，车停下以后，这个司机才说不好意思，是我个人因素，因为我25年都开灵车，今天第一天开计程车，突然有人拍我，我以为是灵车人起来为什么会说这个事情？亲爱的大家。当我们判断一件事情的时候，一个事件、一个事件的时候，我们会被自己过去所框住我们的眼界，我们有多少对这个的认识。所以 C.S. 路易斯，你们看过《纳尼亚传奇》，他就讲撒旦有双策略。第一个是什么？让你们大家都认为怎样？没有鬼没得惊你啦，没有鬼，这世界没有鬼啦。另外一个策略是什么？什么都是鬼。有够衰哈，牧师都说这个叫做怎样赖给鬼哈，什么都是这个属灵征战，什么都是鬼造成的。撒旦有双策略，所以当我们遇到今天的这段经文，今天是还好，这个路德的医生帮我们已经记录下来了，我们知道这位掌权的耶稣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可以把这些鬼赶出去。但是如果万一我们遇到了一些事件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解读呢？好，我的老师举这个例子我非常喜欢，他说当你对一件事情你的那个解释跟诠释是很重要的。譬如说音乐牧师在外面怎样这个叠交我上次叠交就有人跟我讲了说这就是属灵征战，我们教会已经要复兴到1000人了。第一个攻击的就是牧师好，来，如果我很明显我就是踩到这个香蕉皮，好，物理学家会怎么讲这个就地心引力跟摩擦力一样，就这样好带过鬼乱讲，不可能好，那我们今天如果是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心理学家就会这样讲这个音乐牧师从4月封墓以后就很骄傲，头都往上，走路都45度角这样他就是太骄傲了才没有看到那个香蕉皮在那踩了才会跌倒了心理学家会这样讲。如果今天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所谓的道德伦理学的，他就会探究，这个如果没有人丢，怎么会跌倒呢？所以就是丢的人是这个罪该万死我们就会看那教育学家会怎么讲？这个就是妈妈没教好啦这个亲子这个你看小孩子那就会把归因在这个，因为我们人很喜欢问为什么。那如果是我刚刚已经讲了2个礼拜前我跌倒，已经有人讲都赖给谁？鬼嘛这个属灵的征战我走到那边我就怎样这个脚就软了就划一刀这样。好，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限，那么我们的宇宙观是什么
好，我觉得我今天在讲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要先介绍我的老师蔡茂堂牧师，他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眼光里，当我们看见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眼光。这样的眼光是什么？不是那个这个开灵车的用他的那个经验法则而已哦，而是我们应该来看这宇宙有哪一些这宇宙有，我们还在这个世界上，跟可能不是在这世界，有人说是天堂或地狱，好，那是黄色这一条。但我们如果在这世上，我们再把分细一点，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是我们五官可以摸到、可以经验到的，同意吗？但有一些我们是没有办法用五官来经验到的，是不是？好，譬如说，我就看这个有一个人这样含情脉脉一直看着我，好，然后就开始笑，我感受到他的爱，可是其实他怎样？现在在想他隔壁的，好，但是我们可以感受爱，但是我们有些我们是没有办法超验，没有办法去印证的哈。那有些是内住在我们里面，有一些是超自然的哈。那我们相信吗？在这个里面有一边是没有生命的，也就是它按着这个大自然在转，它是没有生命，它是机械式的。好，那这个紫色的、这个橘色的这一边呢是什么？是它可以跟你互动，就像我刚刚跟你讲的，如果是鬼物，你可以从它来判断。第一个，在它身上有另外一个位格的，好，它是活的，可以跟你互动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它有超自然的能力。这里有没有超验？超自然的，就是这个7岁的孩子，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能力的。可是他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能力？他明明只会台湾维嘎华语，但是他去到那里一夜之间就会墨西哥话，他不是天才哦。好，他就是背负在上面。第三个，他会承认主，但是他是拒绝。这个要很清楚。好，这我们就清楚了哈。好，那么自然科学当然是可以验证的，那可以互动的是人文的科学。那么在这个最上面是他式的呢，如果用佛教他们就是业梵天，这是可以算得出来，是一定的，这是命运是一定这样运行的，所以就是归到这个别的我们没办法这个没有办法去体验的是。这个不是这个世界的，那么有生命跟我们互动的，当然是上帝啊，不然我们祷告干嘛？上帝就是可以跟你互动，他可以听你的祷告，他还可以改变心，甚至他可以改变你的心意的。好，这是可以跟你互动，因为他在橘色的这一边，而且他是在怎样？他不是在这世上的。那当然啦，这个一贯道他们也有讲我们也是我们还有天上圣母我们还有玉皇大帝如果你把这个放在这个格子里，你每一次发生事件，你大概就可以稍微知道，它应该归在哪一个格子。那么我们会看现在很多人喜欢算命八卦五行，这个是算得出来看风水的这个是怎样？是算得出来。所以有的人会说这个很准，当然准，因为它是什么？它是机械式的因为它就是固定这样机械式的。它算准有什么用？就像我的名字算准有什么用？没有用我的名字给再多人算都说赞，但是一定要折一只脚折一只脚少麻痹因为我的命没有那么好，所以这不是永久的，这不是可以给你永远的另外一个，你可以感受到，现在很多电视在演什么鬼怪，对不对？有人看，在笑的人就知道有看了好，这些是想象的，还是这些我们应该把它放在哪里呢？好，我想我们如果按照我的老师的老师他应该要把这些鬼放在哪一格？你猜猜看，右边最下面一格，第一格、第二格、第三格，还是这边第一格、第二格、第三格，鬼应该是哪一格？上面还下面还中间？中间的哪里？它是可以跟你怎样
互动的，它有脾气的，这样子啊，它是活的，所以鬼应该是放在哪一个？这一个。好，当我们有这样的宇宙观的时候，我们来看今天这个经文的时候，你就不会被鬼、被那个什么撒旦玩弄在手中啊，没有这回事啦，你就中了他的计。什么都是鬼啦，你也中了他的计。愿神给我们智慧，开阔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知道神才是这个掌权。好，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因为我真的觉得很重要，是说如果我们的生命中，这就是刚刚的架构。好，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会变哦。如果在宇宙当中有这一些因素，有所谓的物界，我们刚刚讲了，上帝有风水，有主魂。如果你的生命里面只有怎样这个鬼要放在这里哈。好，如果你只有科学，其他都扁掉，看得懂这个图吗？要不要再一次？本来是这样，对不对？好，每一格都有。可是如果你认为可以摸得到的才有用，其他没有用，我可以实验的才有用，说得通的才有用的，好，那么你的对这世界看法就是这样，只有误解，其他都扁掉。我记得我的老师举一个例子，他就说他的好朋友在美国这个跟一个科学家论证，他也是一个牧师，然后呢，他那个科学家就说我有一些可以检验的那个这个分析的这个机器，好，他就说那个什么都那个你那些宗教没有用，科学才有用，可以分析所有。那这牧师就拿给他实验，有没有人怀疑有鬼？我就有怀疑呢，为什么？第一个，你有没有被迷控了？我们今天在小组长训练的时候就在讲，有人那个 Hello Kitty 控，还有什么控？还有这个有的人完美主义控，还有什么控的？名牌控对什么控？这就你的眼睛就被怎样？被鬼给怎样控制了所以圣经讲，你被控制的时候，你就怎样？鬼迷心窍。所以今天的经文，你会想说，我如果平常我正常我不会这样做，那一定是什么鬼啦？你有没有看到昨天的新闻？有人拿的武士刀进什么？这个去杀那个砍那个宪兵，他说了什么话？而不是我，在我身上另外一个灵魂所以当你不清楚的时候，那么你都没有责任，是这样吗？我想神要来帮助我们。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呢？我们来读这个我觉得我这个超要警醒自己的。此等不信的人，来，请。此等不信的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好，我们被什么弄瞎了眼呢？被钱，被怎样？1年之前有什么？那个宝可梦。哇，那个真是很恐怖每一个这样，感觉有点像那个什么电影，有没有？对，很像那个就被控制住愿我们来学习当然，鬼附的我刚刚已经讲了，判断我们不是医生，但我们可以判断。第一个，他是有1个以上的位格这个人有不同以上的位格。第二个，他有超自然的能力，不是一般人都可以做。第三个，他拒绝承认耶稣，但是他承认有主的，他知道有主，但是他拒绝，因为他是要敌基督的。所以今天讲这么多，就是要来帮助我们。这个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也可能是怎样鬼迷心窍，我们也被控制住，我们也被怎样捆绑。所以我们只要信靠耶稣，可以来帮助我们脱离这个邪灵的捆绑，我们身心灵可以得着自由，我们不再被这个7月鬼月所控制，不再被别人所说的这些所控制。那么人家如果告诉你，电视现在每天打开都是有关7月的什么什么怪现象，什么，我们会分辨吗？有牧师有一次讲了一个，他说有一个
有一个女孩，有一个妇女，她哥哥去中国大陆这个做生意，可是沦陷的时候没有出来，然后她一直很不平安，后来生病了，然后去看医生，跟去给人家就是所谓的这个庙里就告诉她，跟晚上有托梦跟她讲说她哥哥说我在中国大陆我已经死亡了。但是没有人帮我弄一个牌位，所以请你帮我。那她原来不相信，因为她已经结婚了，她婆婆也不肯，但是她的生病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当你遇到这样，你怎么办？你怎么帮助这个人？好，继续听哦。后来她婆婆就说：好了，不要吵，好了，就帮你哥哥弄一个牌位，不要在我们家就好了，在别的地方。1年过去，2年过去，好像他越来也身体有起色，但是没有那么完全。那么过了几年以后，有人按他家的电铃，谁出现？他哥哥。怎么会这样？他哥不是托梦跟他讲说他很冷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以前有讲，我们基督徒，我们时候不是鬼魂，而是那些真的鬼利用他所知道的来怎样恐吓你。他知道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但是他知道，但不一定是你的亲人，不一定是。像这个例子就是真实的。所以当我们在跟神鬼交锋的时候，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我们看到今天经文，群鬼来控制人的身心灵，苦待人。我们看今天经文一开始讲，鬼屡次抓住他，这一个被鬼附的人，他怎样？自不穿衣服，常常怎样？不住在房子里，只住在坟墓里。那那时候的坟墓是可以住人的，不是像我们这种的。牧师上个礼拜有讲他们是人可以进去一个。那这样子的人，这个鬼就是想要敌对上帝所爱的人，他就怎样？就是进入他的身体来苦待人，使人能够卑贱，像一个奴隶一样。因为耶稣自己也讲，盗贼来不会是要偷窃、杀害跟毁坏，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好，我们需要神，让我们可以从这些捆绑当中，我们可以这样得着自由。在另外一个地方，马可福音在第9章也有看到这样的现象哦。他们就带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这个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久？可怜啊，从小就得。”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起来好像跟我有什么关系？当然有，亲爱的大家，我们有没有过很多身不由己的啊？我明明不想去做这不能做的事，我却就去做了。我明明就立志行善，我要好好的做，但我做不到。我明明要爱这个人，可是莫名其妙，我最爱的人一天到晚就是吵架。这本来不是应该是我最爱的人吗？何以我最爱的人却是伤害最大？所以我们要说，其实我们也是可怜呐。如果你没有主在你的内心，我们也会被这些所捆绑，我们成为这些的奴隶，我们没有办法自由。可是耶稣他是要释放我们，使我们身心灵可以得到自由，因为耶稣看人的生命是宝贵，他帮助人恢复生命的自由。从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众人到了耶稣那里，看见鬼所离开那人坐在耶稣面前，穿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却他们反而就害怕。这个鬼让耶稣也认得这些鬼在这个人的身上，而且他叫做群，在这个人的身上，可是耶稣却能够命令这些离开。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人他这种鬼离开以后，他就怎样可以穿衣服，心里明白过来，可是他旁边的人确实害怕了，这是什么人啊？居然可以使一个人改变这么多，而这个人其实是爱我们的耶稣。所以耶稣可以释放我们，叫我们可以得到自由，好，让我们站立得稳，
不再被这个奴仆的恶所辖制，它会使我们怎样使我们这个性格上改变，就像这个经文当中的鬼。好，这个鬼看见鬼所离开那个人坐在耶稣的前面，全部都改变了，不再不穿衣服，不再住在这个坟墓里面，他的个性整个改变，明白过来，在道德上他也改变，因为他会跟大家一样穿好衣服，然后坐在耶稣脚前。神就是有办法有使人来改变，更重要的是耶稣看重这个人。我们从这里经文知道，这个地方养猪，因为这些鬼要求我可不可以让我们，你主啊，耶稣你要把我们赶走，不要让我们到那个无底坑，你可不可以让我们在这个猪身上？你知道吗？为什么当地的人会害怕？因为每一只猪的价钱是很贵的。如果从别的经文我们看到，这一群猪里面有2000只，而这些鬼全部爬到这些猪全部冲到这个湖里面，他们的损失非常大。但是神看到不是这些损失，不是看到猪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看到这段经文，第一个问的就是这个猪怎么这么可怜？亲爱的弟兄姐妹，是你可怜呢，还是猪可怜？猪代表的是污秽，猪神不看重这些，看重的是眼前受苦的这个人，看重的是亲爱的大家，眼前受苦的是你。那我们的神他可以来翻转，因为他看我们，他要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意义，我们就改变了。好，从这个经文我们就看到，好，那从前被鬼附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好，耶稣说：“你去吧，你去传扬，曾经为你所做何等大的事情。”他们生命变成有改变。我们教会有一个青年，他曾经这个浪子，他妈妈为他花很多钱，他的爸爸，他的家庭是那个叫做什么？重组家庭的。那怎么样是他妈妈流泪为他祷告他就是不回头但你知道吗？有一天他骑摩托车，看到后面有谁？怎么后视镜有女人追着我跑？越看越我骑越快，追我越快，他很紧张，明明没有，他赶快冲摩托车骑很快，骑到家里，然后躲到家里面，棉被包盖起来，从此不敢出门。世界万有都在神手中连这个鬼都可以被神用因为这个鬼确实他找上这个青年，而这个青年怎样？从那一天晚上不敢出门，而那些他有的没有的朋友再怎么叫他都不敢出门，因为他出去以后那个鬼又来了，他就看得到他为什么在家里看不到？他妈妈守望为他祷告，奉主的名为他来祷告，他的生命从此就改变了，他生命大大的改变，然后也帮助人大大的改变音乐非常的行。好，我们看人被改变之后就是因为有主，因为我们如果想改变，我们可以找主。而我们一年牧师为什么说今天经文对我们也有意义，对我们有关系呢？因为犯罪就是属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那我们有犯罪吗？如果我们犯罪，我们就让鬼有机会。纵使你已经成为基督徒，圣灵在你身上，好不好？如果你觉得你有罪，你就到神的面前，不要怕，只要信，跟神说：“主，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再也不犯。”因为万有都降服在耶稣的脚下。我们有神的名，神就能够来帮助我们。特别耶稣基督的宝血，因为那些我们看不见的世界，刚刚那个中间那一个
尤其是这边的，他们最怕看到什么？血，因为我要找你算账，我要来那个怎样？你用生命来替代，我就不能找你。所以我们在台湾人有很多红色的原因在这里，因为红色代表什么？生命，不是喜气哦。红色代表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有救赎的能力，因为我们本来该死，我们没办法成为圣洁。刚刚唱的那个歌。我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就是有罪，我们连脑中想的，现在你坐在那里，你脑中想的神都知道。我们歪掉了，不合神的，我们就得罪神了。那我们怎么办？耶稣基督宝血能力要救赎我们，要来涂抹遮盖我们，使我们可以有主的恩典。那些灾祸，那些鬼里鬼气、鬼怪的东西会越过。而我们也可以因着主的这个宝血赐给我们，也赐给我们权柄。所以，亲爱大家，我们讲这么多，就是我们可以，我如果受洗了，主已经赎回我，用重价赎回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替人赶鬼，我们都可以奉主的名来使人怎样遇见神。求神来帮助我们，因为神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们就可以在7月当中，我们都能够平安的度日。每一个鬼怪的说法，你都先脑筋，神给你的智慧。今天我们也有开阔我们的宇宙观，当然这是一个假设，是一个博士，但是你去看，你就有另外的新的眼光。而最重要是，耶稣基督自己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们只要有信心。所以你不要去人家要请你帮他祷告，我不是，我可能会怕，但是我们只要先祷告，奉主的名，十字架上的宝血涂抹遮盖我们。我们虽然信心不够，但神说怎样跟他求，神就要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世代里面，我们可以怎样胜过，使我们相信也信靠耶稣的能力，胜过黑暗的权势。我们邀请耶稣成为你我的帮助，特别在这样的季节里，我们需要主成为我们的帮助，需要主的全能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要用这首诗歌，我们要来回应，因为主是要祝福我们有从他那里来的平安跟喜乐。哈利路亚！那我们再次从座位上面起来。主耶稣要赐给我们属天的喜乐，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主都明白。我们再一次要来领受天堂来的喜乐，愿神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在。阿们。说你奇妙大爱，在我身
的主耶稣基督，爱我们，赐给我们永远不变爱的上帝，以及此刻感动我们的心，使我们心中有暖流的圣灵，一直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